享受人生，有我不由天。裝修屋企最緊要行先，隨時歡迎師傅上門，傾全部項目，師傅你搞定。粉嶺家要局大廳，抱木紋磚直鋪入房間內，防火廳用黑色鋁通門做格格。廳裝了一盞圓形吸頂燈照明，廳裝了分體冷氣機，機頭裝房間外，剩餘空間都足夠放沙發。這個大廳簡約現代風，氈木紋飾與白色櫃門結合，右側舉體有玻璃展示區，兼具收納與展示功能。地板為淺木紋磚，與櫃體呼應。頂部是簡約吸頂燈，一旁可見廚房區約一角，整體營造出溫馨、明亮且整潔的氛圍。主房做了雙人床加床頭櫃，有2個舉筒，5直且全高衣櫃。小童房間做了高床，床底有兒童衣櫃，對面做了4直且全高衣櫃。窗邊做了3尺床，14寸高，內可儲物。廚房做了30直且上下舉，櫃底加了 LED 燈。本屋苑的廳房都算大，處可放洗衣機、雪櫃。入門右邊還可以一組儲物櫃。廁所雖細，但係樣樣都齊，洗手盆舉配台上盤，超薄鏡櫃。牆身用300×600高溫瓷磚，感恩回饋新老客戶專屬禮遇，即日起還委託本公司裝修並完成落訂金的客戶，可專享靜音抽油煙機1部，價值高達港幣7000元。